出省旅遊，大家就玩得多啦。第一次過玩晒4個省咧，你試過未啊？直接橫掃湖南咧、湖北啦、重慶啦、貴州4個省，純玩6天，冇加油，性價比啊，真係橫掃對手啊！大家好，我係周老闆。咁呢條咁得意嘅行程，不妨咧大家睇下有啲咩玩咯。首先我哋去湖南，我哋會有去張家界嘅七星山啦，喺1520呢個天空之眼360度睇峽谷嘅仙境，玻璃棧道，仲有好刺激、好正啊呢個。咁湖北咧去一個比較新鮮啲嘅地方，叫做平山大峽谷，有呢個中國仙本那嘅網紅浮橋，隨手一影啊，哇就已經係風景大片啊，靚到不得了啊！咁重慶咧，我哋會喺呢個邊城茶洞嗰度有一個叫做一腳跨3省嘅，我哋仲要重本包埋遊船，俾大家喺船上面感受一下邊城嘅浪漫。貴州咧，當然我哋就會去一個比較出名嘅山梵淨山，上到去睇下雲海翻湧、紅雲金頂嘅奇觀。睇完之後咧，哇簡直係流連忘返啊！仲有喺湖北咧，仲有一個宣恩呢個地方叫做仙山貢水嘅夜景。之前我拍過片㗎啦，俾大家介紹過呢個仙山貢水有幾靚㗎啦，不妨去試試。咁仲有伍家台好出名嘅梯田茶海啦。咁當然啦，去到附近亦都好出名嘅有一個鳳凰古城，亦都唔可以缺少嘅嗰度嘅沱江夜色。哇，個夜城靚到不得了啊！全程我哋重本包晒門票，仲有一個我哋嘅粵語導遊全程講解，溝通零障礙。各位香港老友記就完全啱晒啦。平時單單去一個景點就要幾百，依家去晒4個省，連玩連成，加埋交通啊嗰啲咧，咁抵玩嘅行程團費，你哋估下幾多錢？諗都諗唔到咧。仲要係西九龍出發喎，坐高鐵過去係咪？只需要2999啫。喺評論區打4省遊，即時發個行程俾你睇睇，或者打我哋電話熱線26501628，甚至到我哋各大分行報名都可以㗎。今次可以試一試呢個咁新鮮嘅行程，亦都好抵玩嘅行程。多謝晒。